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既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开始今天历代志下第2天的共读。我们请君毅执事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开始今天历代志下的圣经共读。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些经文，为我们预备博智牧师，让我们能在牧师的带领下，一起回顾遥远的历史中那些王与圣殿的兴盛与衰败。我们相信你要透过这样的回顾来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每一次读经都能更像你，更能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读经，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专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好，谢谢君毅。在昨天我们提到历代志下，它的分段主要就是除了所罗门以外，有5次的复兴，分别是亚撒王、约沙法、约阿施、西西家和约西亚王。好，那他们从亚当算下来，排在亚当的第35代，一直到亚当的第50代。那从马太福音知道耶稣基督是排在亚当的第60代。那在这几波的复兴当中，对照就是没有沉沦没有衔接大卫王他所留下来的信仰的遗产。所以也是让我们看到成为我们的警戒。那所罗门他的意思就是和平平安，在主前的970到930担任王。我们昨天从列王记上的角度来看到，所罗门的一生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完全的成功。那甚至在人生的最后，他离弃了神，跟随了其他的跟随其他的他所爱的人，而去跟随其他的神明是非常的可惜。那昨天历代志下的第1章讲到所罗门的金钱，所罗门的智慧，讲到所罗门的财富。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第2章，第2章讲到是所罗门新建圣殿。那他新建圣殿呢，有一个他父亲大卫王的好朋友，就是推罗王西兰。那他怎么样透过写信去见西兰王，然后今天看到是西兰王给他的回应。在这个写信一来一往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很美的见证。那今天读的第2章的后半段讲到就是所罗门他如何召集工人，并且开始在这个亚劳拿的禾场亚摩利亚山上来建造上帝的圣殿。好，那我们来读今天的经节。好，那请君毅执事先带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的第2章，从第1节来读到第10节，1到10。好，第1节，所罗门王决定要建造圣殿，好在那里敬拜上主。他也决定为自己造一座王宫。他用7万人搬运材料，8万人凿石头，3600人监督工程的进行。所罗门派人去对泰尔的西兰王说：“你曾经运香柏木给我父亲大卫王建造王宫，请你也同样待我。我正在建造圣殿，荣耀上主我的上帝。这殿将成为神圣的场所，让我和我的人民可以在那里烧香敬拜上主，不断的献上供饼，每天早晚，每安息日、月朔和其他圣日献上烧化祭，遵从上主我们的上帝。他曾命令以色列永远这样做。我要建造一座宏伟的圣殿，因为我们的上帝比任何神明都伟大。没有人真正能为上帝建造殿宇，因为即使无边的天际也不能容纳他。我怎能为他造一座只不过是烧香的殿宇呢？现在请你派一个手艺高超的人来，会雕刻，
会用金银铜铁铸造东西，会织蓝色、紫色、朱红色的布。这个人要跟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工匠们，就是我父亲大卫挑选出来的工匠一起工作。我知道你们的伐木工人技术高明，所以请你从黎巴嫩运香柏木、松木、檀香木给我。我要派人去协助你的工人预备大量的木材，因为我所要建造的是一座巨大宏伟的圣殿。我会供给你的伐木工人2000公吨小麦、2000公吨大麦、40万公升的酒和40万公升的橄榄油。好，谢谢。那在昨天第1章的经文，我们看到历代志下的作者有刻意把所罗门的几样动作排出来做跟大卫做一个看不出来的比较，而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来证明说所罗门的确有超越他的父亲。第一个就是他超越他的父亲，去到了基遍，这是他的父亲大卫生前一直不敢去的地方。第二个就是他向上帝显现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向神求了智慧，那这也是超越他父亲。那第三个就是所罗门他的调度，还有他做生意，他的这个头脑也超越他的父亲。在很短的时间当中，那他做贸易，然后他改良武器，他吸取国外的这些精髓科技，然后让他的国家在一个很棒的基础上面更加成功。那在今天的第2章，在同样的经文可以对照，就是列王纪上的第5章1到18节。那这是所罗门要建造圣殿的过程。那所罗门建造在这里讲到，就是他建造殿宇又建造王宫所以所罗门应该是同时进行呢，还是先后进行呢？从这个第2章读起来的话，应该是同时进行。好，那就是他找了15万人，7万人搬运材料，8万人凿石头。好，那在等一下最后一节我们就知道，这15万人呢，都是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住在以色列的寄居的外邦人。那有3600个监工，那这些监工呢，算下来的话，就是一个人大概监督42个人左右，就是来监督这些工人。所以他让以色列人来监督这些外国的寄居。那这些外国寄居也不是做苦工，不是做奴隶，应该是有工资，是有工钱。所以在所罗门的年代，这个要发工资发工钱一点都不困难。所以很多的外籍移工，可能有很多的人来这边讨生活。不过这个我们到最后再来看这个经节。那所罗门呢，他在预备当中，他想起了他的父亲。那这个是记载在历代志上的第14章。历代志上第14章我们有读过，就是大卫他第一次迎接约柜失败之后，那这是在历代志的安排。那发生这一段14章的插曲，就是泰尔王，就是推罗王西兰，他派遣贸易代表团到大卫那边，送给大卫香柏木，又带来木匠和石匠，替大卫建造宫殿。这个宫殿就是先盖大卫的王宫，他的皇宫。那大卫皇宫盖好之后，他才想到说，他住在宫殿当中，上帝住在帐篷当中，他才兴起念头要建造圣殿。那所罗门现在应该是2个同时进行，但是他想到他父亲的老朋友就是推罗王西顿。那从这个地图当中，我们可以大概知道，推罗是位于在这个以色列靠西北边靠海的地方。好，那这个推罗西顿这2个都很接近。好，那在新约当中还是继续保持这些推罗西顿这样的地名。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的工匠、木匠、石匠？不一定是当地人，但是他们可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推罗西顿都是很重要的港口，那就是跟地中海主要那时候时代是跟埃及跟北非，那可能也跟在土耳其一带希腊的人做生意，做买卖，甚至更远的罗马。所以他们可以有这样的人才，或许从更远的地方来的人才。所以这个所罗门他写这封信，从第3节开始到刚才念完的第10节，主要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所罗门他先
说明他的动机，他正在建造圣殿，而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上帝。好，所以所罗门写得非常的准确。第二个呢，这个圣殿呢，好，他要讲到几件事情，就是要敬拜，这是一个成为神圣的场所。所以说所罗门很清楚，大卫那时候的想法是，他住在皇宫，上帝住在帐幕，上帝怎么可以住得比他简陋呢？所以他为上帝盖个房子，上帝就回复大卫说，上帝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当中，但是因为上帝大卫的心意，他同意让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为他建造圣殿。但所罗门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圣殿不是把神关在里面，不是给神居住，而是让人在这边敬拜的地方。好，所以所罗门提到，我和我的人民在那里是要敬拜上主，不是把上主关在这里。第二个就是要不断的献上供饼，然后呢是每天的早晚，除了早上晚上，再来就是周五太阳下山开始的安息日，月朔就是月圆的时候，还有就是其他的圣日，就是按照利未记所记载的7个节期都要来献祭，目的就是要来遵从上主我们上帝。所以所罗门这一封信，第一个我们还没有去探讨西兰王这个推罗西顿他们到底是用什么语言，但是所罗门是用希伯来文，希伯来人以外，推罗西顿人不会讲希伯来文，所以这封信还需要经过翻译。但是在大卫时代没有问题，在所罗门时代更没有问题。但是所罗门克服语言问题，他就是要见证上帝他现在所做的动机。那他要建造一屋而且这是上帝的命令，是以色列要永远如此行，就是来保持跟神的关系。所以所罗门因为这样，他建造了圣殿，来彰显神，并且来见证神的伟大。第6节让我们读了很感动，就是所罗门很清楚知道，没有人能够真正为上帝建造殿宇，因为上帝即使无边的天际也不能容纳他，所以现在中文译本做了很清楚的翻译，我怎能为他造一座只不过能拿来烧香的殿宇呢？所以是没有办法让神住在里面。所以所罗门的智慧在这边已经超越了大卫对上帝的认知，他知道神是没有办法被限制在这里，但是大卫也不是要把神关在那边，他的心意就是要来有一个让神有一个神的家，有一个神的家。好，所以现在呢，这个所罗门的要求就是派一个手艺高超的来。好，那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不是派100个，只派1个？为什么只派1个？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再去了解。好，因为其实他的父亲已经预备了石匠、木匠、工匠，他的父亲都有预备。那为什么只派1个？好，那当然就是我要派最好的那一个，手艺高超。好，那我们等一下从后面读的，刚才有读了，他的交换的东西都是农产品，2000公吨小麦，2000公吨大麦，40万公升的酒和40公升的橄榄油，40万公升的橄榄油。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金银财宝，都是粮食农作物。刚才我们看了地图，推罗西顿是靠海的地方，他们本身就没有办法像以色列能够拥有那么多的农产品的资源。但是推罗西顿呢，他们是人来人往，那他们是做贸易，做这个港口，所以他们有知道世界各国其他的国家新奇的或是在这边的这个奇巧的事物。所以所罗门就是眼光很精准，他只要西兰王派1个人来，为了这个人呢，他愿意付上什么代价，就是这些的农产品的代价。好，那对不起，除了1个人之外，他还需要的是原料。所以他的原料就是从黎巴嫩运送香柏木、松木、檀香木。所以他需要这些原料，当然不是免费，那他应该会用他的交易的方式去交易。另外呢，工人也不是用西兰王的工人，而是所罗门说，我要派自己的人去协助你的工人，来预备大量的木材，因为他要建造一座巨大宏伟的圣殿。明天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圣殿大概有多高。那这个圣殿以那个高度来讲，今天不算什么，但是在将近3000年前，那个高度已经是一个极限了，应该是当时的极限。好，那我们再接下来请君毅带我们来读，从第11节读到第16节。好，西兰王送信回复所罗门说，因为上主喜爱他的子民，
立你做他们的王。颂赞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天地的创造者。他赐给大卫王一个这样有聪明才智的儿子，这儿子计划为上主建造圣殿，也为自己造王宫。我现在派一个非常聪明熟练、手艺高超的工匠给你，他名叫户兰，母亲是但支族人，父亲是泰尔人。他善用金银、铜、铁、石头、木材等制造东西，也会织蓝色、紫色、朱红色的布和织麻纱。他会用各种材料雕刻，也会照任何设计雕刻。你可以让他跟你的工匠和你父亲大卫王的工匠一起工作。现在，请把你答应的小麦、大麦、酒、橄榄油运给我们吧。我们会在黎巴嫩山砍伐你所需要的木材，扎成木牌，从海路浮运到约帕，你就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去。好，谢谢。那这个西兰王的回应呢？好，很明显他接收到所罗门的资讯。好，这起初14章历代志上14章是这个西兰王，好，他要送礼物给大卫王，让他建造圣殿。建造自己的王宫，并不是为了上帝。但是从这个西兰王的回应当中，所罗门做了很好的见证。所以西兰王的回复第一句就是先称颂上主，好，是以上帝为主持，好，上帝喜爱他的子民，立你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颂赞上主以色列上帝天地创造者，他赐给大卫王有这样有聪明才智的儿子，这儿子计划为上主建造圣殿，也为自己建造王宫。好，所以这句话让我们看出来，就是所罗门他要了这么多的东西，好，是要建造2样东西，一个是圣殿，一个是王宫。好，昨天我们已经有看到列王记有提到，圣殿盖了7年，王宫盖了13年，所以这个王宫的 size 又更大。那的确上帝也不需要那么大的王宫住那么多的人。那这个是题外话。好，但是在西兰王他的口中，或是他的回话当中，这应该是写信了。这里对，有写送信回复，所以在回信当中，西兰王他也看见上帝的作为，而且他也知道如何去称颂、去感谢上帝。所以所罗门这时候可能只有20到24岁之间，好，那平均起来就是22岁。好，22岁他能够用这样子的外交手腕，并且还能够讨价还价、出价，然后懂得怎么样去取经，他可能自己以色列就有自己现成的工匠石匠，但是他还要求西兰王派出最好的人来，所以西兰王他也派出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只差没有名字，但是他的背景呢，介绍得很详细。好，所以西兰王回复：我现在派一个非常聪明、熟练、手艺高超的工匠给你，他名叫户兰。好，那但是这是现代中译本把它定位叫户兰。好，但是在和合本呢，好，说他是我的师傅户兰。好，那所以在这边的翻译上面呢，可能有一些的差别。还有就是在提到他的背景，母亲是但支族所以跟以色列人有关系，是以色列人的后裔。所以西兰王挑的这个人跟以色列也是有血缘关系，而父亲就是泰尔人，是当地人。好，所以可能是这个妈妈嫁到了泰尔去。那但是在同样这段经文呢，如果我们看到是列王记上的第7章，好，他讲到这个户兰呢的妈妈是拿弗他利支派，所以不太一样。好，所以有解释说他可能是住在拿弗他利的但支族，然后后来改嫁到的推罗，就是泰尔地方去。好，总之呢，好，这个人西兰王派出这个人呢，好，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并且最重要的不是他的血缘关系，最重要的是他善用金银铜铁石木头制造东西。哇，那这样就已经很了不起，又是金匠、银匠、铜匠、铁匠、石匠、木匠，好，一下就是大集合。而且呢，他还会织当时少有的颜色，蓝色的、紫色的、朱红色布所以这都是当时这个还有织麻纱，
所以真的是太厉害。那还会用各样的材料来雕刻、设计雕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那这个技术呢，就是让这个所罗门王他可以把这些在整个地中海地区来自世界各国他们所集大成的，这时候都可以运用在圣殿，还有运用在所罗门的王宫当中。好，所以这个希拉王答应这个条件，说你可以让他跟你的工匠和你父亲大卫工匠一起工作。好，那一起工作这里出现第二次14节出现一次，上一次出现是在第7节，第7节这里写一起工作，和本翻成一同做工啦，一同做工。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美的画面，就是本地人、外邦人，然后一起为上帝建造。但说严格看起来，他也不是完全外邦人，因为他也是以色列的后代。但是条件有，现在你答应要给我们这些的粮食，我们很需要，所以所罗门真的看得很准，就是这是他们所需要的，其实都不是金银财宝，都是他们从以色列所生产出来的。如果跟前面的金银财宝换算的话，这些量也不是很多，只有2000公吨的小麦，2000公吨的大麦，40万公升的酒那跟前面的金银财宝一次比起来就是几万公斤，好，比较起来，真的是差异很大。好，最后17、18节，好，再请君毅带我们来读。好，所罗门王调查所有侨居以色列的外族人，类似他父亲大卫以前所做的户口调查，一共有153600名。他指派他们当中的7万人搬运材料，8万人在山上找取石头，又指定3600名工头监督他们的工作。好，谢谢。那这就是我们一开始1、2节所读到的，这7万名扛抬的，就是挑运的，做运送工作的，然后有8万人是在山上凿石头的，加起来15万人，哪来的呢？就是所罗门调查所有侨居以色列的外族人，是外族人。但是刚才有提到，在这个列王纪上的第5章13节这边，列王纪上15章13节呢，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王从全以色列征召3万名劳工，然后派了亚多尼兰管理他们，把3万名分成3队，每队1万，每一队都在黎巴嫩住1个月，再加2个月，所以做1休2还不错，然后就有领薪水，然后派8万人凿石头，所以这些凿石头的，还有这里有3300，在历代之下是3600，所以差了300个人。好，那这个都是小问题，但是在这个经文的对照当中，不是只有全部都是寄居这些外邦的寄居的外邦人。那另外他仿效他的父亲类似他父亲。好，那这段我们有读过，就是在历代志上的22章。历代志上的22章，大卫建造圣殿之前呢，他就先命令第2节，所有住在以色列的外侨要聚在一起，指派他们开凿石头，预备石块，做建筑圣殿之用。所以这个是他的父亲那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规划计划，只是没有想到到所罗门时代，这些寄居人没有绕跑掉，反而人数感觉越来越多。15万的外寄居的人，都可能是外移劳工，或是为了讨生活来到这边赚3餐，赚生活费，现在就给他们工作，给他们薪资，然后来完成。所以在今天这个地图当中，黎巴嫩的香柏树，还有包括香柏木、松木、檀香木，从黎巴嫩这个山区运送下来，到了推罗西顿，他可能从这边运送下来到推罗西顿，再从推罗西顿呢，运送到耶路撒冷。这一段过程呢，走路要很久，但是如果坐船的话，就是来到了约帕，从推罗搭船到约帕，约帕再到耶路撒冷。当然这个船不用开那么远，船就沿着岸边这样子开就可以。所以这些就是一个当时的海运的这些的方式。也看到所罗门王他又善用外交，而且他也善于寻找资源，人力的资源、物力的资源，而且他懂得这个条件的交换和这个做买卖。其实他几乎没有花到钱。
都花自己现成的人力。好，那同时他又建造圣殿，又建造自己的宫殿，所以所罗门一干里高好，所以他这个是有智慧又有聪明，好，的确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好，那也让我们明天的时候呢，好会第3章、第4章好到3、4章就是看到圣殿的建造的过程，好，第5章就会读到这个圣殿完工的时候。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那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历代志下第2章，让我们看见所罗门王他为了建造圣殿，如何在外邦的君王面前为上帝做见证。好像今天上帝也托付我们做建造教会的工作和责任，也让我们能够向这世界来做见证。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在教会？为什么要花时间来读圣经？为什么要花时间来祷告？就是为了要来敬拜神，要来与天上的神来建立亲密永恒的关系，让我们知道如何学习所罗门的智慧，同时能够为主做美好的工、美好的见证，也赐给我们聪明才干，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善用世界各样的资源，能够来荣耀上帝的家、上帝的殿。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大家，感谢君毅，谢谢牧师，拜拜。谢谢牧师，拜拜。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